廣告係傳播信息俾大家嘅一個途徑。當新產品推出嘅時候，佢就發揮佢嘅功效。佢會講解下產品嘅用途。咁如果冇咗廣告嘅時候，我哋又會點呢？我哋會感到非常之迷茫。點解？因為大部分香港嘅廣告都係屬於 problem and solution 嘅類別，即係話你有咩問題，用我呢隻產品就幫到你咁解。而同時間，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受住呢類廣告嘅影響，尤其是係啲家長。唔信？舉個例俾大家聽。全新惠氏金裝 4D 營養有升級哲學因子 DHA 加至5倍，仲提升 choline 同 lutein，為小朋友嘅觀察同思考打好基礎。啲家長一聽到，梗係狗衝去買啦，因為大家都想自己嘅小朋友好。而喺呢個時候，印喺奶粉罐上面嘅廣告，亦都即係包裝住，就發揮佢嘅功效啦。佢係俾啲師奶可以分別到邊隻奶粉係可以改善佢哋嘅視力，同埋邊一隻可以增加佢哋嘅 DHA。就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咗生活喺廣告底下，當如果冇咗廣告嘅時候，啲師奶就會唔知揀邊隻奶粉先至係最好。可能你話冇咗廣告都一樣揀到嘅啫，就呢隻啦，好型咁都俾你揀到，點知中咗3聚氰胺。可能我講咗咁耐，你哋都係唔信廣告到底有幾偉大。正所謂見過鬼先至發黑，而家就俾大家經歷下冇咗廣告嘅時候，你哋到底有幾難受。而家就幻想下喺一間超級市場裏面，入邊有個貨架上面裝住冇任何廣告包裝紙嘅奶粉。當客人嚟到揀嘅時候，佢哋一定拗晒頭，唔知揀邊隻，因為佢哋唔知邊隻係最好，邊隻適合佢哋嘅小朋友。當大家都怨聲載道，點解冇圖冇文字冇說明嘅時候，超級市場裏面嘅廣播系統就會話：其實你哋依家最想要嘅係一張簡簡單單嘅廣告包裝紙。當冇咗佢嘅時候，大家都對產品產生種種嘅疑問。所以，當你明白到廣告嘅重要性嘅時候，請支持廣告。好似幾有道理。唔好以為呢一個係一個好理性嘅思考，但係有時候越老土越見效。